你干嘛啊？我心里有点空，想找一下踏实的感觉。我知道在你这儿找得到，也只有你这儿能找到。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急事儿。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说的对，我去小吃街提醒你，后来又跟你撒谎，确实是因为心里还对你留着念想。我心里一直就没放下过你。我可以对其他任何人不掺杂一点感情的就拿来利用，就是对你不行。我所做的那些伤害你的事儿，其实都是想报复或者嫉妒你身边的人，不是真的冲着你。别跟我做陌生人好吗？你可以恨我，但是别跟我做陌生人。我心里空的时候想看看你，想跟你说说话。我已经不恨你了。如果心里边还有恨，那说明还没有放下。可是我早就已经把你放下了，不管我们是不是陌生人。我只是不想再跟你这样下去。不值得，真的，对你对我都不值得。我已经找到我心爱的人了。我知道，真的爱上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感觉了。所以我也知道，过去跟你，咱们一块儿，其实跟爱，我可能没有爱过你，赵文，但是我谢谢你，对我还有感情。所以，你想过你要的那种日子，你去追你想追的人，都是对的。我祝福你，只是咱们今后能到此为止吗？我们都过各自想要的生活，成吗？谁？那个人是谁？您的情侣套餐已经上齐了，请慢用。我要吃饭了。这是他们这儿秘制的栗子蛋糕，我估计你会喜欢吃。你知道我心里还有你。好吃吗？你是在报复我吗？你要逼我干伤害你的事情吗？我告诉你，赵文，如果你想让自己心里空的那种感觉再强烈一点，你就尽管去做。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人能逼着你去伤害谁，只有你自己想去伤害谁。我已经无所谓了，既然躲不开，我只有勇敢的面对。确实爱上了，不管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不会否认这句话。我爱上了。这往事谁又曾提起？再一次忘却你，这来世谁还能相遇？再一次能爱上你，你迷了路，找不到地图，这感情的路走得好辛苦。小蔡，你马上拿着相机到。
下午跟那2个导演编辑不是谈挺好的吗？你怎么不太高兴啊？没有啊，学你转会儿库，不行啊？哼，是因为你老爸的事在郁闷吧？你说我怎么会摊上这么一老爸呀？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他都特别后怕，我老是会想啊，要是二妈当初没有带着宠物嫁进我们家，我肯定会变成一个问题少女，说不定还会得个什么自闭症啊、忧郁症什么的。更遇不到你了，你们现在这个家，我光是想一想啊，心里就特堵得很。好了，别这样，总拿没发生的事搁自己心里添堵，别胡思乱想了。不是，你说他既然那么不适合当爸，也那么不愿意负责任，那当初为什么要生我呢？胡说八道嘛！他要不生你我怎么办？你准备让我单身过一辈子啊？哎呀，人家正在讨伐小老头呢，你突然说出那么一句甜死人的话，让我哪还有信心讨伐他嘛？讨厌！哎，不是，其实我觉得叔叔吧，还是挺关心你的。你看，你让他请媒体吧，他立马就把人给你带过来了。还有上次办画展的时候，也是他主动到波波蜜跟你报道的。他可能就是还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还有就是你的问题了，你说每次见他你干嘛那么凶啊？你就不能好好跟他说话？当然见你能闪就闪了。你怎么帮小老头说起话来了呢？没有，其实我就是有点体会罢了。我以前和我爸也不会沟通，就算见着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我爸其实挺疼我的。自从你、楚木、文怡来我们家以后，又一起经历了破产的事情，我才慢慢和我爸接触起来，我才慢慢了解我爸的思想。以前除了跟我姐在一起的日子，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家的人，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也有家，而且有家是那么幸福的事儿。你不是都告诉我了吗？我们一家人要紧紧拴在一起，缺谁都不行，而且永远都不分开。叔叔也是你的家人啊，当然我们也不能缺。你呀，应该紧紧地把他也拴在一起。我们家的冰怎么变得越来越可爱了呢？真让人受不了。好吧，本天下现在的心情彻底好了，那以后就算是看在你的面上，我下次见小老头的时候对他好点儿。走，回家表功去，把找到2家媒体做宣传的事儿啊告诉他们，让他们好好表扬表扬咱们。走。在街上会被看到的。我就想牵你的手跟你走一会儿，就像大街上那些情侣似的，牵着手走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宠跟栗子姐呀，宠。哎，你这2天这上班时间不太规范呀？怎么呢？师弟和楚木忙得每天连晚饭都不回来吃，你怎么那么清闲？每天下午4、5点就回来了。真行，他们能跟我比吗？我多大腕儿？就没点别的原因？你真想知道啊？那我告诉你啊，2原因。第一，我怕孩子们在外面太忙，你老一人在家闷得慌。第二，我怕我老跟陆占庭在一块儿，怕你吃醋。听明白啦？明白了。爽啦？爽。洗澡去。哎，我那换洗衣服。你先去，一会儿我给你送进去。哟，回来啦！哎，你什么时候去小农场啊？就这2天吧，我准备明天先给那边一个电话。哦，嚯，一块儿回来的啊？
哎，薛洋，你是不是跟他一块儿去呀？小农场？不去了。啊？怎么了？他们俩？哦，可能在说小农场的事儿吧。栗子姐，我有事儿跟你说。干嘛呀？这是？文楠啊，洗发水没了。哎，我给你拿去。嘿。干什么？你说干什么？我早警告过你，你只能把我姐当一家人看。你现在干了些什么事？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拿她当一家人看啊！还狡辩，在大街上牵着手走，那叫一家人吗？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跟冰窟窿看到你跟宠物。你应该知道，现在跟我姐在法律上是什么关系，居然还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得有多少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个没完没了。我姐从小到大可是被人夸着长大，一直被人捧长大的，凭什么你在这事上让她受这么大委屈？你说呀！我也不想，可是我没有办法，我爱上她了，我就是爱上她了。我一直都在忍，从家里破产之前我就在忍，我一直都不敢让自己对她有什么非分的想法，我一直都在控制。可是你说我跟她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们天天一块儿上班，一块儿下班，每过一天我就越陷得深一点，我早就控制不住了。感情这个东西本来就很难控制的，我是人，我不是神，我没有那个本事，你有吗？如果你跟小疯子成了法律上的兄妹，你就能不爱他了吗？你告诉我，你能吗？你真的喜欢上宠物啦？我刚才听见他们的屋子里好像吵什么呢？没有吧？哦，对了，我爸找2家媒体，说是给小农场做宣传，估计正在商量这事儿呢。哦，商量事儿呢哈。你们商量完了？商量完了。啊，行，早点睡吧。哎。傻宠物，你的命运怎么这么悲惨呢？我现在特别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儿。当初我以为爱上你了，可我爸和二妈还没离婚的时候，我就尝过这种滋味儿，特别难受，五脏六腑天天就跟泡到辣椒水一样，又烫又疼。那时候我还不是真的爱情呢，就难受成这样了。你现在这，以后你怎么办啊，宠物？嗨，傻瓜，你跟着难受什么劲儿啊？我心疼你和栗子姐嘛。谈恋爱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啊！凭什么你们2个全世界最善良、最值得爱的人，好不容易爱上对方了，却只能藏着掖着，不能好好去享受你们的爱情呢？而且
我特别怕将来你们可能会分开，可能会和我们分开。我不要家里缺任何一个人，我受不了失去你们任何一个。家里怎么会缺人呢？绝对不会，我们也绝对不会分开。我们也没打算把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维持现状就挺满足的了。我们只要能跟对方在一块儿就好，我们也不奢求别的，所以咱们怎么可能会分开呢？家里怎么可能会缺人？傻瓜，宠物。姐，你那么优秀，其实能选择的人很多。我不是说楚木不好，自从他们来到我们家里，磕磕绊绊经历这么多事情，一路走过来，我早已经把他们当一家人看，把他当兄弟一样。你们俩，我不愿意看到你这么难受，更不愿意看到你顶这么多压力，受这么多委屈，尤其连老八那关怎么过都不知道呢。杨，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栗子，你还记得我是怎么回答你的吗？不知道，就是喜欢。对呀，不知道，就是喜欢。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和楚木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我不想躲开，也不想回避。就像我每天要吃栗子一样，明知道吃的太多，第二天胃肯定不舒服，而且吃的太多还容易发胖，还要刻意的去减肥。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啊，因为我实在是太迷恋把栗子放在嘴里嚼的感觉了，是那么的香甜，那么的诱人。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给我这种感觉的东西，所以我实在是舍不得。我这刚开了一个商务部长，我花钱把你请回来，你说你们俩有什么区别？我请你回来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出去！哎，孙部长，你说他刚才发那么大火，这都不是我的问题，这是长期积累的矛盾。你说怎么弄？哎，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不要跟他一样了，好吧？先回去休息，走。建哥，我觉得时机已经差不多了。好，那就开始行动吧。董事长，哎，你
这怎么回事啊？我们是来请辞的，这是我们的辞职信。什么？你们这是想集体辞职啊？对。为什么？这是这段时间我们和周少在公司业务方面的电话录音，请董事长听后自己判断。我们只能说我们不堪重负，我们不能承受公司订单大幅度下降是因为我们这些高层无能这样扭曲事实的评价和压力。我们已经尽力了，所以我们集体提出辞职，另无出路。谢谢董事长这些年对我们的提携和栽培，我们告辞了。哎，等一下，诸位，孙乾，你等一下。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哎，这样好不好？咱们把事儿都摆在桌面上，好好唠一唠，怎么样？不必了，董事长。周少已经在那边连续辞退了好几位万元心理元老级的高层，对于我们也一再的发最后通牒，所以这里面并不存在什么误会了。我们已经决定了，您就别再劝了。再见。哎，诸位，我说诸位，这。是王姐吗？是我。你现在马上到万元心理给我主持大局，啊，同时了解一下这公司运作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哎呀，周浩你不用管，我现在马上让他离开。好，董事长，我知道了。好。等累了吧？没啊，拿到毕业证了吗？啊？讨厌。给。恭喜我们家丁大学毕业。你在看什么呢？拟制血清，什么东西啊？拟制血清啊，就是再婚家庭的父母小孩之间，或者是养父母养子女之间的关系。我正在替宠物和栗子姐想办法呢。自从宠物去了乡下以后，咱们就黑不提白不提，假装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了。可这也不是个办法呀。栗子姐这段时间也只知道工作，话也越来越少了，我看着心里边特别难受。咱们必须得想点什么解决的办法才行啊！能有什么办法呢？这种事儿说不清楚。哎，刚你查那么多资料，查出什么有用的了吗？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明令禁止拟制血亲结婚的，咱们国家呢，对其他几种拟制血亲结婚还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对再婚子女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我目前还没有查到什么明确的规定，没说让，也没说不让，很暧昧。所以，哎，你先告诉我，你对宠物和栗子姐这事儿到底什么态度呀？每次问你，你都支支吾吾的。咱们俩要是不能统一意见，还怎么一致对外嘛？我这么想的。我以前想，如果我姐跟楚木感情没有那么深的话，还有办法解决。
可是谁都想不到他们感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其实我无所谓，我只是不希望我姐跟楚墨受到什么伤害，特别是我姐。其实我姐心里是很脆弱的，我只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高兴的在一起。我呢，什么都可以接受，什么都可以跟他们一起担着。果然是心有灵犀，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二妈和三爸他们之间是怎么想的。走，回家探探他们可风去。哎，我爸可是个传统的人，你千万别乱说话啊！哎呀，放心吧，我早就想好怎么跟他们过招了。快走。楚木过2天该回来了吧？直立。怎么了？孩子挺累的，干嘛呀？没有，你爸问你说楚木这2天是不是该回来了？你问我呗。真是我好歹也是水漫亭中层干部。你虽说是上班，但是天天在家待着呀。我不有时候就把茬给忘了吗？那成，那我明儿开始上班去了啊，不在家待着了。到时候你不许怨我。你上你的班，我绝对不怨你。他应该快回来了。现在小农场呢已经接到了第1批的订单，琪琪跟杨呢又打算在波波蜜开一场绿乐园答谢推广会，所以这周应该就会回来参加吧。对吧，琪琪？我姐问你话呢。啊？什么？你怎么了你？你也累着了？谁累着你了？想什么呢？跟掉了魂儿似的都。唉，没什么。哎呦，你看那小脸拉的啊，有什么心事儿跟我们说说，没准我们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怎么说呢？我啊有个朋友，他呢爱上他的哥哥。啊？那哪成啊？亲哥哥啊？不是亲的，他们的父母是再婚关系，就像我跟宠物以前那样。那也不行吧，哥。这是不是法律上也不允许？不允许。可是我已经上网查过了，咱们国家的法律对这种再婚子女类型拟制血亲好像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也就是不提倡，主要还是看家里的人和周围的人是怎么看的。哎呀，他们2个现在啊特痛苦，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的父母说。他们的父母呢又特别传统。你们觉得这事儿？琪，你听我说啊，你既然已经查到了拟制血亲这个词，就应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拟制血亲跟血亲在法律上是一模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啊。所以说你那个朋友和他的哥哥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已经属于亲兄妹了。你想想，亲兄妹结婚那叫什么呀？那不叫乱伦吗？这绝对不能允许啊。可是这也太没有人性了嘛！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怎么就不能恋爱呢？谁说没有血缘关系就可以随便恋爱呀？啊，养母跟养子、养父跟养女能随便恋爱吗？那哪能一样啊？你说的那个可差着辈分呢。你瞧这孩子，现在社会上可有的是，40、50岁的男人娶20多岁、30多岁的小姑娘。哎，你是不是经常听说啊？这种例子少吗？你觉得别扭吗？不别扭吧？他们可也差着年龄、差着辈分呢。为什么你要是听说一个养父把养女给娶了，你就别扭啊？我告诉你，法律上的关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道德伦理的关系。对啊，既然属于拟制血亲，实际上就没什么差异。所以不管是拟制兄妹啊，还是拟制父女呀、母子啊，其实都跟亲生的一样，都不可能逾越伦理道德的关系。对，所以我告诉你啊，你赶紧劝你那朋友赶快跟他那哥哥分手，真的，他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将来感情深了更麻烦了。可是他们俩现在感情……琪琪，吃饭吧，这菜都凉了。再说文一和老爸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回去好好劝劝你那个朋友啊，吃吧。吃饭。来吃个虾，乖闺女。真快哈！咱们已经大学毕业，踏入社会了。哎，那这走一个吧。没想到这刚毕业失业这事儿也能轮到我脑袋上，可笑。啊？失业？我爸呀，已经把汪家给调回外研新律了，我这总经理的位置是没了。
老爸正琢磨着呢，是把我直接送出国读书呢，还让我去外援总部从底层做起。你爸为什么要把王典调回来？别提了，来吧，喝酒。你这儿这折腾什么呢？嗨，转型找出路呗。波波蜜买不下来，小疯丫头也请不过来，我再这么犟着跟他们硬碰硬啊，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弄点别的呢。最近不是那个小剧场话剧还有电影特火吗？我跟大叔他们合计了一下，准备啊隔三差五啊在这弄一个什么电影点映、话剧排演什么的，试效果呗。哎，你和你们家赵大金牌策划没事也过来插和插和。哎，对了，有日子没看见你跟生猛女一块来我这儿了。你现在心情这么烦闷，他怎么没在你身边开导开导你？别跟我提他啊！哟，怎么了？闹别扭了？赏酒。看这架势还挺严重。哎，你们俩该不会是分了吧？谁说我们俩在一块儿了呀？我就是跟他玩玩的，什么叫分了呀？周浩，跟我玩虚的没劲啊！闹了半天，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不光是为了公司的事儿啊。哎，果然被我猜中了吧？哎，我从来没见过你为哪个女的这样过。周大少，你该不会是真的爱上那生猛女了吧？啊？不是吧？真爱上了？特别好笑吗？不是，我是高兴，真的，我是高兴。你高兴个屁呀！你高兴？你跟我玩虚的是吧？不是玩虚的，你爱上谁我不关心，可是你会爱，这事儿我特高兴。今儿也不怕跟你说点实话，其实当初薛家破产的时候，你那么着对薛洋，我看着挺心寒的。不管你们家跟薛家有多大的仇，人家已经破产了，该结的就应该结了。薛洋跟你就算不是朋友，那好歹也是在一起吃喝玩乐这么多年的熟人，总不至于那么着对他吧？人都是有自保心的，天有不测风云，我也说不好我们家哪天会不会遭了薛家这种难，到时候你会不会那么着对我？所以没看出来吗？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尽量的绕着你走，可是今儿个吧，今儿听说你会爱了，不管爱的是什么，终究是爱。有爱，就说明你还有人味儿，有人味儿呢，就还值得交。靠！真挺怀念跟薛洋在郊外飙车的日子，挺好的。谢谢。你就别说这个了，栗子姐，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反而让你更添堵了。我后悔死了我。谁说你没帮上忙呀？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老爸和文英的态度，你今儿不就帮忙让我知道了吗？虽然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可是能够听他们当面说出来，就更确定一点嘛。这样，我的心里就有底了。可是，那以后你们怎么办？你们两个真的很想帮我们吗？那当然了。那我们定个口头协议好不好啊？你说。让我们回到以前的日子吧。我和楚木最喜欢看一家人热热闹闹、说说笑笑的过日子。现在这样不好，我们会很累，你们就更累。让我们回到以前吧，回到你们两个不知道我们秘密的日子。不管明天会怎么样，我们要把现在的每一天过到最快乐。反正该来的总会要来的嘛，我们何苦先把那个坏的结局拿出来，天天折磨自己呢？我们可没那么傻，
对吗？拉钩。哎，两位，表情不对哦。哎，对了，等楚木回来以后，你们俩也得跟他拉一下，绝不反悔，绝不反悔。哎，正说他呢，他就来了。喂，我们两个还有事情，老板，你和宠物慢慢聊。姐，慢慢聊。好。喂，你那边还好吧？一切顺利。你看见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吗？看到了，琪琪已经把它都贴到网上了。哎，你那边不能上网吗？我正让他们拉网线呢，我也着急，要不然这会儿我们就能视频了。我都好长日子没看见你了。你过2天不就回来了吗？哎，那下次你就能跟我一块儿过来了吧？我已经跟陆总打好招呼了。哎，对了，我今天让工人移了2棵特好的栗子树到咱们基地来，我亲自给他们添的土。以后我就准备专门负责他们俩的养殖了，给他们最好的有机肥，最好的山泉水，一定要把他们养得比野生栗子还好。估计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能吃到我为你亲自种的栗子了。明年啊？好啊。哟，怎么了？你嫌慢呀？我已经等不及了呢。那可不行，给你吃的栗子必须得保质保量，1分力气1分时间都不能省的。你放心，等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等的实在是太值了。我保证，这肯定是你吃过最好的栗子。我相信，所以我就等嘛。家里边都挺好的。挺好的。你挺好的。还好。我想你了。我也是。那就早点睡吧，明天还上班呢。晚安。今儿我也不怕跟你说点实话，其实当初薛家破产以后，你那么着对薛洋，我看着挺心寒的。不管你们家跟薛家以前有多大的仇，人家已经破产了，该结的就应该结了。薛洋跟你就算不上是朋友，那好歹也是在一起吃喝玩乐了这么多年的熟人，总也不至于那么着对他吧？有爱就说明你还有人味儿，有人味儿呢，就还值得交。爸，莎莎回来了，我给你们安排了周5的晚上，你们2个在一起吃个饭，你一定好好给我表现，争取这次把你们的关系确定了。不是，莎莎谁啊？锦鑫投资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呐，我早就告诉过你了。这个我能不去吗？你记住啊，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把这件事给搞砸了，万源集团那儿正好有个保洁工的位置空着呢，我给你留着。您舍得这么摧残我吗？喂，王姐啊，万源新力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是吗？好，我知道了，一会儿到公司谈吧。你试试啊。
看我舍得舍不得。怎么会亏损的这么厉害啊？一开始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让财务前后给我核实了5、6遍，才确定这是真的。哎呀，这也太快了！现在那边所有的高层的位置又都空缺，各个部门呢群龙无首，整个万元新力已经基本瘫痪了。那孙权他们不是知道你已经回去了吗？他们在你手下干这么多年，念旧情的话，总该回来帮帮你啊！不是他们不念旧情啊，是以万元新力现在的状况，已经有点回天乏术了。我跟他们联系过了，他们都说被周少骂伤了心，担心一旦回来，万元新力要是还没有起色或者更差了，他们岂不是要顶一个更大的罪名？这么一来，对他们日后的发展和在业界的名声，负面影响太大了。所以，都怪我呀！把一个好端端的万元新力交给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手里。哎，你这边准备怎么办？我呢，先给你拨一笔款，你招一些人，先把公司运作起来。这恐怕不是个办法。新招的人要能上手，得一段时间；等新人上手了，重新建立关系网，又得一段时间。哎呀，原来很多供销商因为周少的缘故，都不再跟万元新力合作了，还得重新再找供销渠道。这一来一往的，时间、资金、人力、物力就全得耗上去。这段时间，公司刚开辟了几个新的市场，正是用人用钱的时候。如果突然增加了万元新力这么个拖油瓶，那总公司会吃不消的，而且很有可能会被拖垮的危险。这可就太得不偿失了。有道理啊。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总不能把万元新力扔在那儿不管啊。已经烫手的山芋，可以让别人接着吗？万元新力这一年在业界还是有些口碑的。如果现在我们马上联系买家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什么？你是说要把万元新力给卖了，而且越快越好？咱们一宣传造势，这效果还真是挺明显的。现在这个餐饮协会、旅游公司和物联网都已经给回话了，说希望能面谈。你们说，咱们先跟哪方面的面谈？你说吧。我说，旅游公司吧。我觉得要是能把小农场搞成旅游项目的话，咱们就不用等庄稼长熟了，咱们就可能就有第一笔入账了啊。行，先跟旅游公司谈。我现在就去。哎，我送你去吧。不用送什么呀，我打个的就走了。哟，呀，都在呢。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周末才回来的吗？你也不回家把包先放下，你说？不顺道，这是省来回折腾了。小农场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想尽快回来跟你们汇报一下。那行，你先跟他们俩汇报吧，我得上趟旅游公司。我走了啊。嗯。哎，别，我还是送你吧。瘦了，累坏了吧？累，主要是心累。你要知道，我跟你认识到现在，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么长时间。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每天看不见你人、听不见你声音的生活。所以我昨晚把小农场的工作安排好，我就连夜到了镇上，等了第一班车过来了。栗子，你答应我件事好吗？以后不管我们在别人面前装成是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姐弟也好，就是不要再分开了。
不管怎么着都再也不要分开，永远都在一起，行吗？永远啊？那要好长时间啊。总在一起不会腻吗？不会，跟你在一起多长时间都不够，永远都不够，行吗？我尽力。这2天你要到处跑啊？车就你开着吧。我本来也准备给你配辆车呢，要不这个周末咱们就去车行看一眼吧。你说什么呢？你现在公司一笔钱都没进账呢，你给我配什么车呀？拿你自己钱还是拿智力投资公司的钱？我告诉你，我就怕你这个，你要这样，我只能辞职了。你拿我当正常员工对待，对不对？那好吧，不过今天啊，你还是开我车去吧，离我公司确实太远了。行吧，今天我开着，下班之前我给你送回来。行。走了啊。啊。好了，松开吧，陆总一会儿该回来了。再抱一会儿。不是说好了，在外人面前该装什么关系就得装的吗？哎，王总啊，好，我们这边一定会全力配合的。你看一下这个，你就放心吧，我等你电话啊。哟，看迪威呢？啊，周万里已经同意卖万元新绿了，汪姐说最晚下个礼拜就安排我过去跟他们谈判。看来王姐要做空万元新绿的计划进行的相当顺利啊。是那个周浩配合的好呗。不过我要是去万元集团，一旦碰上周浩，那可就麻烦了，他可是认识我的呀。放心，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周万里现在肯定是对周浩失望之极。如果要是真的在万元集团碰上了，那你就当不认识他。周万里肯定是宁愿相信你的话，也不会相信他的。再说还有汪简在一边帮忙呢，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我本来也是想找个机会跟周浩好好聊聊的。啊？你还要跟周浩聊啊？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以后，我想他应该能明白点这个道理吧。春啊，小农场建的怎么样了？让我也看看吧。哦，您看，哎，怎么没电了？我刚电池明明装的呀。嗨。哎，听说二爸今儿过来了。哎，你确定二妈、三爸、准三爸他们今天不会过来吧？肯定的呀，你光听听就知道这里边关系有多复杂了啊！他们仨傻呀，没事过来玩尴尬。这是说自家人的语气吗？不是，就是自家人说自家人才敢那么透彻呢，又没外人，是不是？哎，你可答应我了，对叔叔的态度可不能像以前一样了。知道了，你看看这些，是我专门为他给他调最喜欢喝的酒准备的。哎，有的人还没过门呢，这某些人的孝顺女婿做的还蛮到位的嘛啊！我这大舅子看的也是非常满意啊。妹夫，别忘了偶尔也孝顺一下我啊。行。哎，亲爱的。啊 ，Spring Coco，达子哥也来了。啊，
欢迎欢迎。嘿，今儿还是很婉约啊。谢谢。哎，找你来了。嗯，你弄那个绿乐园，找了那么多家媒体，不找我们 COCO，你简直太让我们伤心了。对啊，我们今儿就是来兴师问罪的。怎么，是不是不把我们当朋友？没有，怎么可能嘛？哎呀，主要是我们这个绿乐园呢，折腾的都是种萝卜种菜的事儿，跟你们这两位时尚界大腕实在是不沾边儿。所以，我说你平常这脑子挺灵光的，你到这事儿上那么迟钝呢？你要知道，这时尚界的人哪个不比普通人更喜欢健康啊、绿色啊、有机啊？你做这个私人农场 DIY 的这个创意本身就是一个特翻身的事儿，你不跟我们搭，你跟谁搭去？你可真有意思。对呀，哎，我这段时间真的是忙糊涂了，我的错。好，就这么定了，绿乐园下一步正式杀入时尚界了。那老看这点学期，那这事儿还不给管啊？别这样。不错嘛，你的梦想实现的够快的，第一批订单已经拿到了。哎呀，没办法呀，谁叫咱们家人多呢？哎，我这样跟你商量的，有没有兴趣跟他们掺和一把？这个栗子姐将来是要准备把这个绿乐园做成上市的，咱俩关系那么好，算你一股啊？那太好了呀！总看着你们一家人天天在我面前秀甜蜜，我还以为你们早就不打算带着我这外人玩了呢。谁说你是外人啊？我一巴掌把他拍墙上，抠都抠不下来。哎，现在跟栗子姐怎么样？挺好的呀。这人啊，只要把事情想明白了，再把标准呢定得低一点，其实想高兴挺容易的。我现在就不求别的，只要能跟他在一块就行了。你看，挺乐呵的。哎，来了，来，过来坐。准备，走。对。来了。喂，二爸，我来了。你来不了啊？不是。喂，你什么意思呀？你不还给我打电话是吧？你能不能快回回啊？是，你的发展，你的朋友，什么都在我前头，什么都比我重要。对，你说对了，我就是不愿意看见你。我既然邀请你，也就是客气，我也没打算你要来，这儿也没给你留位置。我跟你没话说。那个，好了，没事，你们先聊着吧。没事，真没事。不是，他们父女俩老吵架，我一开始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就是小疯子这是跟他爸撒娇一种方式，习惯就好了。来，喝酒，来。好了，别生气了。我不是答应跟那个叔叔发火吗？怎么又控制不住了？废话，他说放我鸽子就放我鸽子，没有一次说定的事他能不反悔的。我是想对他好点，可他也得给我机会啊。行了，叔叔性格你不是不知道，他既然没来，肯定有自己的原因的，他肯定不是故意的。别难受了，要不然我心里也不舒服。笑。我看到外面的宣传了，想进来凑热闹，欢迎吗？我们家只招待朋友，所以我才来的。让杨自己处理。里面坐吧。听说旗舰所有的自创酒都是用龙舌兰做基酒，所以我特意让朋友从墨西哥带了一瓶顶级的 tequila 给你做赔罪礼物，希望旗舰当然有大量。我们以前的小摩擦就一笔勾销了吧。明儿再搬一箱过来吧。啊？一瓶就把我打发了，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怎么样也得一箱嘛。不知道我一件酒就贪得无厌吗？还有，你还是叫我小疯丫头吧，你叫我旗舰特别扭，总觉得你在挤着我。行，我明天再搬一箱过来，这回行了吧，小疯丫头？舒服了。
来喝酒。来来。周少。啊。人到了吗？还没到。啊，不过说马上就来了。啊。哎，车来了。你好。你好，我是周浩。啊，我知道。你怎么不给我开车门呢？啊？你应该亲自给我开车门的。以前追我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呀，这叫做绅士风度。啊，我下次注意。脾气还很好的，我蛮喜欢的。最贵的面霜呀，一瓶也就2、3千块钱，我用了6、7瓶，也就一共花了几。不说这些啊？人家就是想考验你呀，考验你对人家到底有多细心、多认真呀。哎，你现在是在追我哎？难道你不应该做这种功课吗？什么事情都应该替我想好啊，这还用说吗？
哎，不是，我说你。好了好了啦，人家第一次跟你见面，真的不想跟你吵架了。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下个月呢是我的生日，你就要好好的买一份礼物送给我。哦，对了，一会儿呢我叫人给你发一张清单，就把我所喜欢的礼物和我不喜欢的礼物都告诉你。这次你千万不要买错了。哦，对了，不会主动索取，我会等着你给，因为我明白让你主动给我，比我豁上脸皮索取对你更有吸引力。周浩，在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吧，你不可能再找到比我更适合你的女人了，你早晚会发现这个事实的。其实呢，还有就是我喜欢的品牌里面呢，就是每一样都要很精致。我知道你们家祖宗三代都是北方人，您能把那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吗？还有，我不管你实际年龄有多大，就您这长相，说说我妈表姐都有人信。您能不捏着嗓子装老板林志玲了行吗？还有，我爸今天让我来追你，说白了就是让我追你们家的钱跟实力。你爸让你来跟我约会，估计这目的也差不多。那咱就痛快的，你要愿意嫁给我呢，我可以娶你。不过，我这不光心不会在你那儿，我这人也不会在那儿待多长时间。我会去找我自己喜欢的人，你也可以去找你喜欢的。一句话，结婚证往爸妈那儿一拍，咱就算是交差了。您要是觉得可以呢，这事儿咱今儿就这么定了。您要是……你呀，神经病！朱少，这些都收了吧。哎，周少，你不用跟我道歉，我一定不会原。哎，什么意思呀？你去死吧！瓜梗问题就是。